怎么样啊？不吃不喝，不吵不闹。苏妍希，不能这样对自己啊！啊！我死也不会让你用我去威胁顾西城的。你不能死啊！你怎么能死呢？这个时候你可不能死。来，喝点水。哎，乖。那我就让你生不如死。他交给你们了，只要变成死，怎么着都可以。再见，顾西城，把我忘了吧，爱我不值得，请你不要找我，这是我唯一的请求，对不起。西城啊，你跟我说实话，那个贺振东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呀？还是锦溪那儿有问题？奶奶，您就别多想了，这件事跟锦溪没有关系，我就是单纯的看这个贺振东不顺眼。我家里最近出了一些事情，需要一笔钱。可是要钱啊？我还以为多大的事儿呢。多少钱？跟我说，我给你。100万。如果我是说如果有一天你发现我骗了你，伤害了你，你会怎么办？袁少爷，您还是少喝点吧。别搞！啊，你让我调查的事就有眉目了。上次在摄像头里发现的那个女人，你给我闭嘴！滚出去！
爱情到这分，振作也不少，还能忘掉。苏妍希，我也让你尝尝没有人爱的滋味。